智見全球新風向，樹立財富新態度。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睇招商永隆銀行2026年度財富觀點報告會系列節目。我係主持人卡文劉亞文。隨住 AI 浪潮席捲全球，科技股持續成為市場焦點，亦都引發咗唔少投資者對泡沫嘅擔憂。今日我哋再次邀請到招商永隆銀行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部副總裁顏朝偉先生 Aris， 同我哋一齊探討呢個熱門話題。Aris， 歡迎你。Hello， 卡文 ，Hello， 大家好，好高興又再次同大家見面。今次我哋會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呢個又熱門又充滿分歧嘅話題。咁其實美股特別係科技股啦，最近2年一直成為市場追捧嘅熱點。喺 AI 宏大嘅故事之下咧，其實一大批嘅科技企業佢哋嘅股票價格上漲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咁最有代表性啊，包括係英偉達啦。咁其實過往3年嘅時間，股價升咗係差唔多10幾倍。咁股價嘅飛升咧，其實難免引起咗大家對於泡沫嘅擔憂嘅。咁你仲記唔記得我之前曾經講過美股當前其實係有咩問題呢？我記得你曾經分享過咧，就係美股已經係相對比較貴㗎啦。係啊，冇錯。咁其實美股目前嚟講咧，估值的而且確係唔平嘅。咁我哋之前亦都係提到啦，美股雖然係比較貴，但佢貴得有佢嘅道理。咁科技股方面咧，其實佢嘅盈利能力係支撐咗佢嘅股價嘅。咁另一方面，而科技巨頭嘅盈利能力咧，亦都係持續領先其他行業嘅企業。咁科技巨頭目前咧，仍然係處於一個軍備競賽式，各自加大資本嘅投入，體現到咧其實 AI 發展嘅動力同埋科技企業發展 AI 嘅一個決心。咁究竟點解大家咁關心科技股嘅盈利同埋資本投入呢？咁因為資本市場咧其實係非常之現實嘅。咁 AI 嘅題材咧，經歷咗過去2年幾嘅發酵，已經係過咗單純講一個故事就可以吸引到資本市場認可嘅一個階段。咁如果話之前市場可能更加會在意究竟邊個嘅故事更加好聽，邊個嘅願景會更加有想像力。咁而家嘅市場咧，可能更關注咧就係邊個嘅盈利模式係更加清晰，邊個可以係寫入資本支出入邊，亦都係邊個可以喺咁激烈嘅競爭入邊咧生存到下一個階段嘅。咁泡沫其實往往更加容易咧就會發生喺講故事嘅階段。咁過咗講故事階段之後咧，單純依靠泡沫撐起嚟嘅估值咧，其實好難持續獲得資本市場嘅吸引嘅。咁再翻到嚟泡沫本身一個問題啦。咁好多人可能會同而家嘅情況，同2000年代嘅科技泡沫嚟做一個對比。咁但係當前嘅 AI 熱潮咧，其實唔可以單單等同於科技泡沫嘅2.0嘅。咁我哋可以從5個維度去拆解。咁首先喺估值嗰方面咧，其實今輪嘅 AI 巨頭，包括英偉達，目前嘅估值只係得大概45倍左右，其實係遠遠低過2000年代科技嘅巨頭 Cisco 當時150至到180倍嘅一個水平。咁第二啦，從基礎設施嘅利用率嚟講咧，目前各大科技企業其實反而係非常擔心算力唔夠嘅一個情況。咁而家目前市場上所有 GPU 嘅算力咧，其實都係被充分利用嘅，並冇出現好似2000年代前後光纖嚴重閒置嘅一個情況。第三，從資本回報率嚟睇的話咧，其實 AI 嘅資本支出對於盈利嘅情況係遠遠好過科技泡沫嘅時代嘅。咁當時啦，其實好多公司佢嘅盈利故事咧係俾人證實係偽裝嘅。第四啦，從發展階段嚟睇咧，而家目前 AI 嘅發展仍然係處於加速嘅階段，並遠遠未到一個狂熱嘅階段。咁去到最後啦，其實當前槓桿利用嘅情況咧，亦都要遠遠好過科技泡沫嘅年代。咁喺2000年前後啦，其實科技企業仍然係大量依賴槓桿去做一個融資嘅。咁但係目前咧，科技嘅企業咧，主要對於 AI 嘅投資仍然係用翻佢哋本身企業嘅自有資金，財務結構上面咧係更加健康。納斯達克100指數咧被公認為科技含量高，對比翻1999年同2025年嘅財務就可以講得到個問題啦。其實我哋唔難發現，當前納斯達克100指數咧，其實各項嘅估值明顯係要低過1999年嘅時候嘅。譬如話 PE 38倍對比當時嘅64倍 ，PCF 現時嘅27倍對比當時嘅40倍。從盈利能力嚟睇，當時納斯達克指數嘅盈利能力咧，亦都係遠遠勝出。咁而喺償還能力方面嚟睇咧，當前納斯達克100嘅利潤同埋現金流對於利息支出嘅覆蓋倍數咧，亦都係更加之高嘅。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可能係發現到有啲財務嘅指標喺2個年代咧，其實已經係較為接近。咁亦都係提示咗我哋咧，其實當前嘅 AI 泡沫並唔係話完全唔存在嘅。咁如果指標持續惡化的話，可能我哋就需要更加警惕。咁現時我哋討論 AI，
可能更多咧仲係集中喺一啲 AI 服務器啊、AI 算力等等一啲硬件嘅領域嘅。咁但係咧，其實 AI 嘅發展咧，其實遠遠唔單止限於硬件嘅概念。AI 咧仲包括咗係一啲軟件應用啦、人形機械人啦，又或者係自動駕駛等等嘅，咁都係屬於 AI 嘅範疇入邊。咁所以 AI 嘅故事咧，其實仲係好長。咁從 AI 細分嘅市場規模增長預測嚟睇嘅話咧，未來5至到10年 AI 軟件嘅市場規模嘅發展增速係遠遠要超過 AI 嘅硬件嘅。咁而人形機械人又或者自動智能駕駛方面咧，亦都係維持一個非常快嘅一個增速。咁最後啦，站喺一個投資者嘅角度嚟睇，如果我哋而家認為 AI 部分嘅領域已經存在泡沫的話咧，咁其實可以不妨喺多個唔同細分領域入邊去分散配置，嚟規避一啲單一壓住某個行業又或者某個個股嘅泡沫風險，配置合適嘅行業主題 ETF 或者係更加好嘅一個選擇。好嘅，非常感謝 Aris 嘅精彩分享啦。咁聽完你嘅分享咧，我對 AI 泡沫嘅擔憂都係鬆咗口氣嘅。咁我總結下啦，就係當前嘅 AI 概念雖然出現咗泡沫嘅早期特徵，但係仲未達到2000年科網股泡沫嘅嗰個狂熱階段。咁從財務數據嚟睇啦，當前科技股嘅基本面其實係更加健康嘅。咁所以 AI 依然係具備一個長期嘅配置價值，而且 AI 概念領域係非常廣泛。擔憂泡沫嘅朋友其實係可以喺唔同嘅細分市場進行一個分散配置，咁樣增強風險抵禦嘅能力。大家如果對2026年 AI 概念嘅相關投資仲有疑問，或者想知道自己嘅資產應該點樣搭配，我哋招商永朗銀行嘅資產配置顧問會幫大家解答。感謝大家收睇本期內容，下一期我哋將目光轉向另一個增長區域東南亞，為大家解釋呢片新興市場嘅機遇同埋挑戰，敬請大家持續關注。招商永朗銀行 Tree 資產配置服務體系，專業守護財富，感謝收睇，我哋下期再會，拜拜。拜拜。